嗱，各位老友記，係時候放下圍裙同遙控器啦。3月春風起，阿偉咧帶大家去馬來西亞嘅仙本那嘆世界。呢度啊冇早茶點心車，但係有玻璃海水係任你嘆，唔使同後生爭泳池啊，成片果凍海都係你嘅養生池。想象下，朝早推開木窗望住呢個棕櫚林，飲啖熱茶。下晝咧就由果凍一般嘅大海睇珊瑚跳舞，仲有七彩魚群圍住你游。黃昏同班老友影相，食海鮮大餐。咁抵嘅海鮮啦，尿酸就暫時忘記佢啦。我哋專門設計嘅漫遊行程呢，每日咧只去一個靚景，中途休息時間充足，仲有會講廣東話嘅我哋本地導遊嘉雲小哥哥幫手拍全家福，同埋全程陪住你，照顧好你。有需要嘅仲可以住埋呢個海上木屋，落地窗望海，行2步咧就摸到海水啦。海鮮餐咧會牽就廣東口味，少油少鹽，照樣鮮甜。最緊要啊，淡季人少，包船出海都唔使同人搣，仲有早鳥優惠添。50知天命，60正年輕。呢套唔係普通旅行，係比青春更自在嘅銀髮探險。約埋街坊姊妹、老同事，4月15日前報名咧，仲送每個團花蟹大餐。馬上聯繫阿偉，我哋一齊去仙本那寫屬於我哋嘅第3人生遊記。